道出，坤道出，人是好。这里各位讲师，各位助理，各位听人，各位组长，各位人才，大家晚安。点传师晚安。时间在回过去，但是呢就要结束所以讲呢，看好啊平平啦，就知影讲时间缺口就快点先。对这时间大家对过啦迄时间观念咱是爱真无掉，好啊平平超过没烦恼，这种情形你都对你没烦恼所以讲呢，好有这个机会平该准备好有这个机会来主办过来呢，咱大家互相做一个检讨所以讲咱是早头来，咱就有看咱个大片呢，甲排国的国水国水的迄个物件我看到就讲国水啦安尼水是真济嘛，因为呢咱地有圣坛这边敢若遐去10几年啦讲呢前面主理呢，伊知影讲啦所以讲互就有这个机会，这机关来讨论啦因为呢这方面咱想要换当下可能换起可能呢爱讨论5个